我們公司雖然不大，但是五臟俱全，還有很多複雜的情況呢。有什麼不明白的，可以問我們哦。对的，对的。哎，這個策劃案，謝謝。聊什麼呢？那麼開心？我給你介紹一下，這是孫林，林總的大秘，大紅人，你可得好好認識一下。你好。行了行了，你們別貧了啊，別打擾人家工作了。乃梦和爱宝几乎成了无話不談的朋友。看着他們倆那麼好的關係，我心裡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矛盾和糾結，總覺得有一種潛在的危險在我周圍圍繞着。鬧鬧，是吧？為啥這個狗熊戴着帽子？為啥它這個帽子這兒呢？這個狗熊做這個狗熊的時候，这阿姨給他穿的衣服呀。哪個阿姨呀？這是做狗熊的阿姨。为啥他也穿着褲子啊？爱宝走进了我跟乃梦的生活，可闹闹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。林总，上次那個紅姐策劃案，對方還沒有給我們回信，您看接下來該怎麼做呢？林總，有句話不知道當不當講。講。咱們新來的任意是對方馮總公司的校友，咱們何不死馬當活馬醫，